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楊如思。2026年7月31日，日本正式成立戰後首個統一中央情報機構——國家情報局。日本政府聲稱，重建情報系統目標為咗加強反間諜、反恐、危機應變同海外情報能力。成立日期一出，亞洲各國隨即表示憤怒。7月31號，3個數字排埋一齊就係731。對曾經被日本軍國主義傷害嘅亞洲人民嚟講，呢個日期實在太痛。眼見自己變成亞洲眾矢之的，用日程巧合嚟敷衍。日本政府最叻就係將歷史包裝成巧合，參拜靖國神社講成個人信仰，修改教科書歪曲成學術自由。巧合多到咁就唔叫巧合，係對亞洲國家嘅服從性測試。派代表拜鬼，大家唔 care； 731重組特務組織，大家唔 care。亞洲俾日本嘅和平面具呃晒，呢個 moment 同二戰日軍侵略亞洲何其相似喎！特意選擇731高調宣布特高課回歸，證明一樣嘢：高市政府對侵略亞洲嘅歷史毫不悔改。日本成日話鄰國唔應該沉迷歷史，但係奇怪嘅係，每次撩起歷史傷口嘅又係日本自己。特高課指嘅係日本二戰時期特別高等警察，負責監控異見人士、鎮壓政治反對力量，亦配合日本喺殖民地同佔領區進行思想控制。點解一講日本情報改革，日本民眾同亞洲國家第一時間諗起嘅唔係安全，反而係監控同滲透呢？因為日本通過情報系統對其他國家帶來不幸，亞洲國家記得清清楚楚，日軍侵略亞洲，培養大量漢奸，漢奸做代理人，搞傀儡政府，靠嘅就係特高課做滲透。你以為跳交誼舞其實係美人計，你以為文化交流其實係思想滲透。日本政府所謂嘅國家安全係建立喺其他國家嘅不安全之上，要重塑日本對亞洲嘅支配權，通過情報系統對其他亞洲鄰國進行滲透顛覆，就係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嘅關鍵暗招。講到國家安全，根據日美同盟條約，日本長期共享美國情報網絡，但日本既然可以分享世界最龐大、最 update 嘅情報資源，點解仍然要堅持建立更集中、更自主嘅情報中樞呢？因為做契弟最怕嘅唔係大佬唔罩你，係大佬有條件罩你。侵侵上位令到東京明白，今日美國俾情報你睇，聽日可以將你嘅情報當人情。所以日本想建立自己嘅情報能力，好合理。問題係情報自主之後想做乜？係提升防衛能力，定係為海外軍事行動鋪路？幾時都話日本從來唔係甘心做契弟嘅國家。日本國家內核下克上。日本近年加軍費、鬆綁武器出口、發展遠程導彈同無人作戰系統，再補埋中央情報中樞，拼圖就越嚟越完整。日本2026年防衛白皮書亦將軍事建設同產業發展綁埋一齊，繼續加速無人機、導彈同軍工能力。日本建立自己情報體系，等於擁有一套完整戰爭機器、武器、軍隊、軍工，真正開戰仲需要一雙提前睇清戰場嘅眼。日本逐步擺脫對美國嘅情報依賴，證明美國同西方國家喺日本軍國主義復辟之下都可以係目標喎。溫馨提示，提醒返美國 Never forget Pearl Harbor。與此同時，2026年日本防衛白皮書歷史上首次採用動漫風格封面，弱化日本軍事化帶嚟嘅毀滅性，希望令軍事議題更容易接觸一般市民乃至未來一代。而家熱播嘅日劇，以神秘情報部門作為主角嘅 VIVANT， 用堺雅人阿部寬等等頂流演員，將非法殺人同顛覆政權，用日劇嘅熱血形式歪曲成保護日本嘅必要手段。呢種自上而下，從政府到文藝界，睇嚟日本社會已經達成共識，將情報系統從不見天日嘅台底放到台面。日劇唔係政府命令，文化最厲害嘅地方就係幫權力換濾鏡。小朋友睇完覺得好得意，大人睇完覺得熱血好爽，政府睇完最開心，洗腦費都慳返，又有炮灰可以上戰場。高市早苗民望大插水，跌破50%，用英雄名義去包裝情報特務，將獨裁偽裝成正義化身。哦，你反高市就一定係親中，你反對日本軍事化就係出賣國家，用情報機構去將理性聲音抹殺，正正就係高市獨裁嘅最重要一步。情報知道得越多，唔代表睇得越清楚。野心太大，反而會將自己隻眼蒙住。
日本以為重新建立情報中樞就可以重新掌握亞洲棋局，當情報只用嚟尋找敵人而唔用嚟認識自己，最後最先失控走向滅亡嘅，通常唔係敵人，係自己。蛋撻 TV，我哋下次見。蛋撻 TV 有意思，同你笑住傾時事，開心 share 一齊睇，食花生俾個 like。